几堂课都是差不多的哈，都会有书写的部分。好，那在开始之前，我想我先说明几项哈比较重要的事情，有3点，就是课程的目标啦。那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呃朋友能够理解构词的这个用法。阿美族的构词有很多种，说起来也是蛮复杂的，但是如果能够熟悉的话，也是蛮相对简单的哈。这样才能够理解句子比较正确的意思。那第二个就是在中文翻译部分，我们可能会比较稍微要求一点，因为不同的构词会有不同的，就是会随着这个构词的不同，会有不一样的意思的改变哦，会有所差异。然后第三个是，也是我比较注重的，就是腔调、朗读的这个语调。前面几堂课好像都有朗读嘛，所以我可能会就是请大家书写之后，然后自己解说中文，然后能够朗读，这个3个重点哈。好，我们马上进入哈。第一个构词句型，我先来念。那如果说有一些不熟悉主语的，可以跟着念哦，但是可能麦克风要关掉。好，构词1的句型，我先来念哦，这个部分。Kacilay ko minanuman lumaku. Kacilay ko minanuman lumaku. Kacilay ko minanuman lumaku。中文意思是我所喝的水很咸啊。那各位有注意到那个水啊？我刮胡起来，那什么意思啊？我先来翻，从前面来逐字翻一下。嘎叽带就是很咸的意思，它是形容词。u minanuman minanum 这个蓝色这个部分 nanum 它是名词，是水的意思哦。不过经过了这个前缀，再加上这个后缀 minanuman，它就不是水的意思，它名字它的这个意思已经改变了哈，是所喝的。那为什么是所喝的哦？因为我们要看水，一般来说了，它的使用方法不是拿来洗，就是拿来喝哦，所以我们直觉上我们就直接翻成所喝的 minanuman numaku，所以这个地方哦没有水，就是没有名词水，就把它刮胡起来，因为过去阿美族喝的部分，因为没有饮料嘛，所以讲到喝大概就是2种，第一种就是水，喝水；第二种就是喝酒，而且喝酒这个部分也可能是很后期的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讲到说喝，就是一定是喝水，喝南弄啊。好，嘎吉拉古米南努曼努马古，我所喝的水很咸。那我们今天所要练习的部分就是南努曼啊，名词米南努曼名词的字根哈。我们待会在练习的时候，把你知道的名词写上去，把这个南努改变。那这个南努你变了之后，前面这个部分这个卡基赛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下。那你找一下你所知道的形容词啊，港昂爱、寡扎爱、寡丁爱这些都可以哈、但是要单看你这边你所改变的这个名词字根是什么。后面这个 nomago 我们可以先不改啊，所以改变的地方有2个部分，第一个前面的形容词，第二个就是这个字根哈，名词字根改变。好，我们现在开始书写哈，按照那个我们前面有上过嘛，主语然后中文这样子，写在哪里？信息栏啊，通话的信息栏这边，我们来试试看哦。如果有新的朋友，可以试着稍微写一下，写写看。那我提供一下哈，如果你不知道的单字不多的话，我提供一个哈，然后
好，大概有25个，这个都是咪型的这个名词的字根。我们这一次这个单元全部写名词。米纳努曼这个名词的字根，先全部写名词动词先不要。然后接下来这个部分就用形容词。这边有一些字可以参考。好，苏璇老师已经传上来阿西海古因沙登安努马古，它的名词字根是沙登，沙登是菜，你沙登安努马古。老师，那我要念吗？我想，对对对，请苏璇老师念。好，阿西海古米沙登安努马古，我所采的菜很多，这样可以吗？可以，阿西海古米沙登安努马古。而我们陆陆续续有新加入的朋友我再说一下，可能刚刚没有听到。我们会每一个构词的这个句型，会把这个字根里面做变化那现在这个单元是名词字根，你把你所知道的名词放上去，然后前面的这个呢形容词你可以做更改，就按照你的字根去做适当的改变我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学员可以练习把你所创造的句子写上来，不管对错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所以待会如果有同学要发问的，直接就在这个讯息栏填上你的讯息就好了，比较方便。好，有一个学员也传上来了我们请学员来念一下这马美惠老师，你念一下你的句子。嗨，我好星星。阿夫萨爱古米古哈万努马古，中文是说我所喝的汤味是清淡的。好，可以吗，老撒爱师？过一个好玩。我刚刚忘记了就是这个构词的这个方法各位看一下这个 PPT 米纳努曼这个名词字跟米纳努曼，它的中文翻译都是所怎么样的所怎么样的。那那么的话，我刚刚有讲过嘛，传统里面我们讲到南那么就是喝，所以南那么到这边所喝的水，但是因为现在能够喝的不光只是水，有饮料，有酒很多种。那会有一种变化，就是说我所喝的不一定是水，有可能是柠檬水、香蕉水之类的可能后面就要去做补数。那这个补数的部分，我们今天先不讲，我先做简单的那刚刚马美惠老师的这个例句阿夫萨爱，这个阿夫萨爱就是很清淡的。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讲这个阿夫萨，就是也可以拿来形容，就是说话不准确，就是语气不准确，语调不准确。对，我们可以说阿夫萨没有盐巴嘛。好，最后两位
有例句吗？其他的有没有？我们的群里面有23位。好，叶美芝老师，好，请您读一下你的例句。好，我来读。Cahaiku mika enan naku aputing。好，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讲的例句哈。我现在这个单元是名词字根，就是这个感恩，感恩是动词。我们这个单元是要先用名词。我前面放了很多名词，你可以直接就填了，不用想太多。哦，那你所吃的，哦，这是动词。我们试着用名词看看哦。在古米达登岸，米古豪岸，古号这个是名词，达登是名词，对不对？达恩是动词，是吃。试试看哦。可能有一些同学是用手机，可能操作上不方便，那没有关系哈。或者是说害羞，看到老师那么帅会害羞，我觉得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我们往下一个。好，下一个这个构词例句哈，我来读一下。嘎吉代古阿南努麦努马古，嘎吉代古马南努麦努马古。好，刚刚是米南努曼所喝的，现在这个例句是嘎吉代古马南努麦努马古。中文怎么翻呢？一样，很玄啊，也是这个马南努麦呢是被喝的。哦，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水的状态是被喝的，是状态哈。马南努麦一样还是名词的字根哈。嘎吉莱古马南努麦努马古，哦，一样，这个水也是没有提到嘛，因为这个水目前是马南努麦就变成动词了哈，被喝的。变成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一样就刮胡起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哈，一样，我们就是把这个南弄改一下。好，美惠老师已经写出他的哈，好，请美惠老师来读一下你的例句。老师，我刚刚是上一句的题目哈，念一下。Kahangangai mi itban no magu。我所觉的槟榔是红色的。对，可以。Kahangangai。老师，你的字有没有错？有，因为打太快了，再修正。对对对。对 ，OK。好，那你写一下你的修正哈。好。Kahangangai gu mi itban 所吃的槟榔。可不可以？mi itban。好，我再说明一下哈。刚刚我讲说 minanuman 可能 nanum 的东西不只有水，还有饮料、酒之类的哈。那如果 mi itban 是吃，可不可以 mi it 别的东西？不行哈，因为它其实很直觉，就是 mi it 就是指的就是槟榔，所吃的槟榔哈。那这边没有吃的意思哎。哦，这边没有吃的字，其实就是米一字半，这个一字米一字半，它就是已经有状态了，就是主动去吃这个槟榔米一字半，
所吃的槟榔。好，马老师已经把这个修正的字写上去了哈。你们前面几堂课有在点学生念的吗？我想问一下那个苏璇老师，不用点吗？没有，就是自己写的自己念这样。哦，不用点啊，有压力很大，对不对？好，马纳努麦，我再说一次哈。目前我们都会用很简单的方式，后面的例句呢，这个词努马固我们先不改变，所以我不用想太多，我们只要改变这个结构这个构词这个部分的名词字根改变就好了。那这个名词字根改变之后，相对的也会影响前面的这个形容词。好，再等几秒看看有没有学员把自己的例句放上来。不用害羞哦，其实也叶美芝老师已经传上来了。Domus bonanum e， 这个跟我们的例句有一些差距哈，所以那我们请那个叶美芝老师来念一下，方便念吗？好，叶美芝老师可能不方便，不过这个他写的这个例句哦，可能跟我们要求的目前的这个句型是不一样的哈。Madomus 是满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讲说 Madomusai 不马？你用 nanum 哦 ，Madomus 跟 nanum 一水桶。Matumesai kumananumai numaku a ebah，可以可以啊，这样吗，老师？可以。好。Madomusai 跟 Matumesai mananumai kumananumai numaku a ebah， 对， ebah 酒。所以这个吧可以改成饮料、汽水、可乐、水都可以哈。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现在已经很多种饮料了。好，如果说那个，因为那个美智老师，如果你方便的话，把那个完整的你刚刚所讲的填上去，因为可能有一些同学会需要看，他们可能也需要学习，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打上去哈。或者是请苏璇老师也帮忙打一下。Matumasay ko mananumay maku atah， 我被我喝的酒。那美智老师，你刚刚后来念的有水桶吗？你有念到水桶吗？好，没有回应。好，再念一遍哈。Matumasay ko mananumay maku atah， 我所喝的酒，被我喝的酒很满。那我比较不理，就无法确定很满是在肚子里面很满，还是在水桶里面很满。反正我们照字面翻就是被我喝的酒很满，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往下哈。老师先让，可能大家写的比较慢，再等再对，写字很慢，我写字不是吗？行，用讲的比较快。对，对，用省时间，有的用写的很慢。用讲的也可以用讲的。好，那我先把速度放慢一点哦。所以那个美芝老师马杜姆塞古纳努，你还是没打完哦。马杜姆塞古纳努麦，
Masaiku mananumai numaku abah，这样。被我喝的酒，mananumai numaku abah，被我喝的酒很满。matumasai 很满，这是形容词哈，很满。被我喝的酒很满。好，那同学可以慢慢写哦。那我们在写的时候，你也可以边背哈，因为我们今天既然来上了，来学了，就尽量背哈。好，现在这个 Alex 书传上来了哈，啊，请您念一下你的例句。Tata aku masanga ai ni faki afasiao， 被叔叔制作的风筝很大。masanga ai ni faki afasiao， 没有关系哈。Tata aku masanga ai 被制作的。所以你的这个中文翻译哈，被叔叔制作的发酵很大，这个没问题。被叔叔制作的风筝很大。如果说我们照，很厉害。我问那个 X 叔哈，はい。Tata aku masanga ai ni faki。等一下。OK，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好。好，接下来是那个苏璇老师。老师，但是他的字跟制作是不是动词？伤害，对，伤害。啊，我刚刚一直在想哪边有问题。那个 Alex 叔，不好意思哦。那个构词的部分，我一直是说用那个名词字根。好。对，我刚刚一直被搞混，改成名词看看哈。好，我也搞不太清楚，谢谢。对。好，现在下一老师这样很难找哎。我刚刚不是提出了那个有20几个名词，有没有？可是那个都不能加马。不能什么？不能。马嘎碎，马嘎浪。你看哦，马嘎麦，马夫丁爱，马迪利，马萨登爱，马泽基爱，马法赖。有一些怪，会很怪，对不对？我们先用看，待会看看老师有没有人要来纠正我哈，都没有问题。我们先用，对。那如果我们线上有一些耆老或者是说老师哈，可以提出你的看法，因为本来就有一些是会不适当。米不定是可以，米拉登、米泽基、米阿法尔、米马利、米迪利。那如果说变成马法赖，就很怪，对不对？马里爱、马迪利赛就可以。可以。马嘎玛爱不行，马嘎拉爱怪怪的，马古哈爱 OK， 对不对？马吉拉爱好像可以，好像不行。马嘎苏爱、马嘎不带，好，我们先写写看。那个迪利也是要吗？迪利赛也是一个动词。迪利赛是可以的。可是我们想也是动词的意思啊。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字的意思嘛。字写字那个字，它也可以是名词。好，我们继续啊，因为有那个 Alex 书下面是苏璇老师，你这个是修正还是新的？新的。我找阿西海古玛莎登爱你因娜，被妈妈采的菜很多。很多，对，没问题。而且还古米莎登爱，玛莎登爱你因娜。好，下面这个
这个名字不好意思，这个是拼音了。好，那个他说，想请问咪字跟安跟妈字跟爱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吗？你说字根语义会有差别，对。我举个例子哈，以南弄来说的话，我现在回答那个后面是那个 TAN 这个我不会念哦，这个是主语吗？跟音堂。好，我举一个例子哈，米南努曼所喝的酒、所喝的水、所喝的饮料是米南努曼，马纳努麦是被喝的什么东西？被喝的水、被喝的饮料、被喝的酒，所以它的语义是有差别的。相同的字根哦，对不对？语义上有差别，因为这个构词已经不同了嘛。哦，我这样的回答可以理解吗？好，谢谢。好，我们现在下面请那个美惠老师读你的例是我的哈，来，我们要拿花。来。Ma ikasaiku ni awayan马一个赛，对不对？是老的。老的，好，我们先看你的字好，马一个死，好那个死，对不对？马一个赛。什么？老师你老花了哈。对对。因为那个字很小，很容易出错。马一个赛古，米乌瓦亚努马古。好，再修正因为。我所采集的藤条，我所采集的藤条也可以哈。好，老师像那个中文的翻译，马个塞古米乌瓦亚努马古，你的翻译是我所采集的藤条是老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稍微把中文的翻译修改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不要，我所采集的藤条很老，很老也是一个形容词嘛，因为这边我们的字面里面没有物，我们尽量把这个就是整个对照的很精确这样子。句子里面没有污，所以我们的中文翻译就不要有是。所以中文会变成我所采集的藤条很老，很老的，这样就不好，很老就好了。很老也是一个形容词嘛。老师这样可以吗？可以，好。谢谢，我来实施。老师你的那个沙沙的我没有听到，所以我不知道要回应什么。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哈。林智慧老师的。林智慧老师，请你读你的例句。Kahamakan ko matanangay atamraw。好，这个跟我们的例句有点差距，对不对？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先照那个例句的形式，所以我们会翻的时候就很好翻。对，我们这个目前的是妈那努麦，对，妈爱妈什么爱妈什么爱。被怎么样的？很么干，哦，马丹能爱，马丹能爱，达能。老师，你会怎么翻这个中文？林智慧老师，喂，你的这个中文翻译你会怎么翻？有能力的人令人羡慕。所以你看哦，不一样。打能爱跟那个被怎么样的就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而且这个打能是名词是没错，有智慧嘛，打能爱。如果是几打能爱呢？几打能爱啊，胆少有智慧的人也是一样。老师，你是海岸还是哪里？是修护人？海岸。海岸哦。如果说有智慧的人，几单能爱。对，几单能爱，一般我们
习惯上比较是讲这样，马丹那亚丹少，吉丹那亚丹少，有智慧的人。所以你的例句哈，其实这个语义是可以理解的啦，不过跟我们现在的例句不一样。好，好，我们我再看，找找看。好，麻烦了哈。我们再看看苏璇老师的例句哦，请苏璇老师来念。Tata aku makalang lumaku，被我抓的螃蟹很大。Aku makalang maku，这个跟我们的例句不同，对不对？makalangai，makalang。对，我少了一个爱，我少了一个爱，我等下我改一下。好像苏璇老师这边写的哈，如果我们的答案很大，如果让它形容词变成打盖，好不好？我希望我们群里面有老师可以提出你的看法哦。打盖古马嘎拉奈努马古，我所抓的螃蟹。然后你看哦，老师可以改成爱比较好吗？打阿盖。对的，打盖，对，打盖古马嘎拉奈努马古。有。你看哈，好，我修正。我解说一下，像我们可能群里面的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哈，你看像苏璇老师的这一句哦，打盖古马嘎拉奈努马古，被我抓的螃蟹很大，这边没有抓的字词哎，哦，老师米嘎浪不是抓，老师米嘎浪不是抓螃蟹。对啊，没错啊，老师你写的没错啊。所以我们改成被动式就马嘎浪。马嘎浪还是被马嘎浪还就是被抓的，但是我们从字面看是没有抓的字，对不对？可是就是马嘎浪爱就是它有抓的意思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意思哈，我开头的时候我有讲，因为结构的不同，字根的不一样，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字义。所以这个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要很精确哦。所以我们会在中文翻译的时候会照着你的字根的变化去做适当的翻译。马嘎兰爱，大概古马嘎兰爱的马古对。好，那个刚刚叶美芝老师说咪呢，我们已经过了，咪是刚刚的，我翻给你看。就是这个，我们刚刚第一个例句是米纳努曼所喝的，米嘎兰岸所抓的，米吉兰岸，对。打卡了吗？到了。啊，是明德老师，请说。好，那个叶美芝老师，你说的咪，是我们刚刚第一个例句了，是可以的了，或者是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再回头来看哦。我们就往下那个 Alex 说的，来，请你念你的例句。反扎拉古马欧里斋尼马耀被马耀歌颂的诗篇很精彩。反扎拉很精彩，很美好，很漂亮。还有什么？如果这个美好用精彩，当然是可以的。反扎拉很好，反扎拉古，所以这个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字根哈。马乌里在，乌里是什么？诗篇。马乌里在，
那个你是基督徒吗？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字吗？对啊，就以前不晓得在哪里看过，有一些人的名字就叫欧利子。欧利子。对，有一些人会欧取这个。利在。好，我们线上有没有老师？这个欧利子是名词还是动词？是名词没错，是诗。名词哈。诗。OK。对，是诗。所以嘛，欧利在。是诗，所以你看哦，如果是诗的话，我自己是传道人哦。圣经里面的诗篇其实很多的部分都是在做歌颂的，所以如果说 Alex 在这边他用歌颂的，是他对这个字的理解了。那其实按照字面来看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哦。好，同学如果看这一句有问题可以提问哦。我们再继续请那个什么凯利吴。那个瓦达古马嘎苏爱你妈妈，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被爸爸砍的木材很多，马嘎苏亚，马嘎苏亚，马嘎苏一般米嘎苏，以前的老人家在米嘎苏会有2个动作嘛，要么是砍，要么是剪，对不对？米嘎苏，因为有一些枯枝，米嘎苏，所以这个就是按照我们认定的那个情境啊，变成被我砍的，被爸爸砍的，被爸爸剪的，都可以。被爸爸锯的，现在又有工具嘛，可以用锯的，米卡碎都可以。那这个我大，这个我要问一下凯明老师，这个瓦大是形容词吗？它可以形容很多或者是很大，那个木材很大。是很惊叹的哈。惊叹很。假如来，好，个房子了，假如很惊叹哈。那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我先说明一下哈。我刚说用形容词，它不一定都是一定要用形容词了。我只是说把它规范在一定的那个架构之上。好，我们这个讨论的太久了，我们再往下一个哈。或者说你还在写，没有关系，待会抛上去。好，在这个我来念一下例句哈。Kacilaiku nananumen maku。Kacilaiku nananumen maku 不一样啊。结构你看哈，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做“我将要喝的水很咸”Kacilai 很咸，将要喝，所以是nananumen 是将要喝的。我将要喝的水很咸而这边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呢不一定都是用呢那我这边的这个公式里面，这边你看一下，重复子音，然后重复的子音加 a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字根，我们看一下这个字根是 nanum， 它的子音是 n， 对不对？那所以我就重复在它的前面这个前缀这边写一个 na n， 然后再加一个 a， 所以变成 nananumen， 后面是 en nananumen， 我将要喝的，将要怎么样的，将要吃的，将要剪的，将要砍的，将要爬的，所以这个重复这个前缀会改变
不是永远都是 NA 哦，会改变。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我们来请我们学员来写个例句哦。我们把速度放慢好，没关系。不好意思，一样可以使用我刚刚前面所放的一些单词哈，你就随便找一个放上去看看啊，但是要知道它的意思了。如果你不知道意思，可以手边查一下那个它的那个中文意思哈。举个例子啊，南南努闷将要喝的，嘎碎呢，嘎碎燕，嘎对不对？嘎碎，重复子音加 a 嘎碎燕，将要砍的，将要采的树，木材啊。好，你学员写写看哦。好，我先回应刚刚那个凯利舞的那个瓦达，这个瓦达其实它是惊叹瓦达，我们该说，所以你要翻译的时候哈，会可能会不好翻，也就是说瓦达，你应该后面再加个形容词，比如说哈，很多哈瓦达，而且还古米布马卡苏亚妈妈。就变成有很多，对不对？而且还，是，因为你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那个瓦大，你顶多只能翻哇塞，哇哦，是，你只能这样翻了，嗯，它没有多的意思啊，所以可能还是要补充一下。好，谢谢老师。好，那个苏璇老师的例句来，请苏璇老师来念一下。Tata akaiku, mama lian nu utang aku。我朋友将要玩的球很大。好，大概过妈妈里恩，妈妈里恩，努伊朗阿古，我的朋友将要玩的球很大，没有问题。好，我们也等其他的朋友来写一些例句。我们线上有27个，还是现在在写的，大概只有5、6个人在写哦，没有关系哈。既然来看了这个视频，就是我们这个线上尽量就是写上哈。好，马照的，先生，好。明明爱过嘎嘎虽然努马过，我将要砍的才很少。来，你明爱过嘎嘎虽然努马过，所以那个马照老师，你看哦，所以你也可以说我将要剪的才很少，也可以，对不对？对。米嘎虽啦，米嘎虽，明明爱过嘎嘎虽然。所以要按照你当时的处境去做解释啦。好，美芝老师的，来看看你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叶美芝老师好，你是用手机对不对，还是用电脑？好，没关系，好，我这边重申一下，如果因为我们既然有打字哈，如果你是用手机，可能在有一些标点符号没有点到，
或者是可能还是要养成习惯哦。就是说，因为这个如果说要考试，这个就很重要了，没有点到一些该标的这个符号就很可惜哦。那刚刚没有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个美珍老师的是把它登爱过嘎嘎嘎多嫩努马过，把它登爱过嘎嘎嘎多嫩，嘎嘎多嫩有没有重复太多？嘎顿，老师你看一下你所写的，嘎顿是要切要断嘛，要切断的。嘎嘎嘎多嫩，嘎嘎多嫩，嘎嘎嘎嘎多嫩，你觉得有一样吗？还是说是笔误？啊，意思就是说我将要切的木材很重，有可能是木材哦，但是我不是那个叶美芝老师哈，也许他要切断的是铁，或者是某某东西哈，就要按照他当时的那个。不过他这个是动词啦，我现在的例句都是名词，个顿字动词哈，应该要弄个名词哈。所以叶美芝老师好像一直找不到那个我们构词的那个要变化的这个地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林智慧老师的，请您念一下。大大啊大啊古在自己问啊自己。打打。所以老师，你的中文翻译是什么？就是我将要自己的自己，一个比一个大。你再讲一次你的中文，你再讲一次你的中文。将要这个是那个剪的这个。那谁要剪这个？你吗？嗯。还是爷爷？还是哥哥先生？所以你后面没有那个好。哦，那我再订正。对对对对。打打。打打。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要，你这个已经是打打是重叠词哈，有更就是更去形容它更大的意思。如果说打概其实就可以了，打概过这个文弄嘛过，打概过这个文你呢，打概过这个文你妈妈啊这个这样也可以。觉得这个前面可能需要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主语的部分，对，人物。好，对。哦，老师，我有问题。是。老师，那个米子 Q 是只能采子 Q， 还是说它还可以采别的？是它只要子 Q 这样？减倍。我之前有好，我之前有问过一个耆老哈，他说子 Q， 很多是统称，像我们有讲，像海岸有讲达拉巴在，还有那个就是非鱼类的海产，像不是有9孔吗？还有什么一些，它都统称把它叫做子 Q， 所以子 Q 问，我可以不要是子 Q 哦，我也可以把它子 Q 问9孔，打概括。在这个问马鞍，在这个问也可以，所以就像沙蒸嫩不一定是对哪一种菜，所以就什么对菜的，有过很多嘛，咖喱酱这个都是菜啊，沙蒸嫩什么不？所以当你要指明的时候，就在那个。谢谢老师。当你要指明确定某一种菜的时候，就在后面马鞍加上去就好了，就很明确了哈。好，我们只是要把这个，好，不会。现在已经7点51分了哈，
我再总结一下，我们的速度好像有一点慢，但是没有关系哈，就是以大家的方便比较重要哈。好，我们先看那个智慧老师的大概过这个问题那这个这样很正确啊。OK 了哈。对对对，那你老师你你讲一下你的中文。妈妈将要剪的这个对，很大，很对，大，将要减的这个很大，对，就这样子。哦，虽然它是一个很制式的，好像用公式所造成的句子哦，不过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很容易学，而且很好翻，而且会很精确。哦，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哦。我们待会如果你有问题，直接先 po 上去，然后我们8点钟回来。我先休息。好。我把它放上去，帮它打上去。我先说明一下那个美芝老师的，把它等待，因为它这个那个蹲嫩，那个蹲应该是动词哈，我们一直都是用名词。我们接下来下一堂是用动词了，这个就可以用了哈。方西好，智慧老师方西赛过，他等嫩努拉改应。你的老师，你的中文说说看。方西赛过达达登恩罗拉改因，那个小姐将要采的菜很香。对，好。因为我叫你写中文，就是说，因为怕有的人会看不懂，所以他们如果写上中文的话，他们也可以顺便学，就是彼此学习了，这是我的意思啊。好，我们继续上课哦。不过在上课之前，我先丢一下我的 email 给各位哈。我的 email 是这个。然后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在课堂上不好意思问的，或者是说要做指教纠正的，都可以哈。因为我也是都在学习，那我们彼此学习，那有什么建议的，都可以用 email 寄给我哈。好，我们往下哈。构词2一样，跟我们刚刚 minanuman， 刚刚 nanum 是名词，我们现在改成动词。好，我来念一下例句哈。Uslatan ko mikiriman numaku. Uslatan ko mikiriman numaku. Uslatan ko mikiriman numaku. Kirim 是寻找找 ，mikiriman numaku 我所找的，我所寻找的。Uslatan 是菜。好，你看哦，我们刚刚前面3个例句哈，都是直接就讲形容词，对不对？所以我就把这个是咸的这个是我就不写啊。但是现在这个例句呢是我沙凳是菜哦，所以我们就是养成习惯，就是把它翻成是。我所找的菜，我所寻找的菜，我所找的是菜哦。mikiriman 好，我们现在一样写写看哈。动词字根我也放上来，让大家参考一下。好，刚刚智慧老师已经把那个中文翻译补上去了哈。东西晒过，他担任努拉盖印，那个小姐将要采的菜很香。好，现在我现在所放上去的有22个哈。
都是咪型的动词哈，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动词你随便找一个，把它放上去，然后拉凳这个就可以改，你就按照你的这个动词是什么，把相应的名词放上去就好了。那后面努马固就看你要不要改。那我会固定用努马固是的意思就是让大家不用去想那么多，把那个构词的部分把它弄熟。好，来试试看哈，写例句。你给你们把这个 glim 换成别的动词啊，都是咪型的啊。像这个构词的这个例句哈，你这个打凳其实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名词嘛。我国住国米给你们嘛，都可以嘛哈。好，朱璇老师的，请念你的例句。我该辛苦米莎烧碗你一那，妈妈所洗的是碗。OK， 没问题。我该辛苦米莎烧碗你一那，那可不可以改成我该辛改成我国住无离过都可以哈，只要是可以洗的都可以，合乎常理的都可以。我们在学这个构词做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密码阿难，密码阿难都是所怎么样的，所怎么样的。好，我们请智慧老师来念你的例句。乌伊朗古米巴朗安努马古，我所帮忙的是朋友。对，无一档，有的有的部落会讲无一档都可以哈。我也常常讲一档，来一档，我都讲一档哦。一档古米巴朗安所帮忙的马古，我所帮忙的是朋友。好，我们请 Alex 叔的念你的例句。乌沙多古米桑阿安米法基嘎造舅舅所制作的是口簧琴。乌沙多古米桑阿安米法基嘎造。有的部落哈，他会用那个嘎造法基这样子，法基嘎造法基，好像也没有硬性规定，所以这个我也不能说错，好像部落的习惯会不一样。所以那个 Alex， 你的法基嘎造你是哪一个部落的？我是白浪白浪哈。哦，那你这样你就知道了哈。其实他没有错，因为好像那个习惯会不一样。那我们的部落是会先讲名字，接嘎造法基这样子。是嘎造舅舅这样子。谢谢老师。对，我没有错哦，习惯不同。沙豆是口簧琴哦，所以这个沙豆我们也可以改成任何东西是只要是可以制作的，桑啊是制作嘛，你桑啊案所制作的。
所制作的签、把镜，所制作的把镜固、弹弓，所制作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在上面哦。所以米桑啊案，我们在构词的时候就要理解它是做什么用的。好，连梅老师的，麻烦连梅老师来念一下你的例句。我知道老师的下去只有把那个名词换掉。有鉛筆故米吉林麥努馬故，我所找的是铅筆。哦，因为我的例句是可以啊，但是我的例句已经是给力嘛，你没有换。我刚刚不是提供很多，我刚刚提供很多那个动词有没有？哦，你可以随便找一个放上去。哦，对，好，所以你不要用米吉林就对了。啊，我已经写了，对啊。哦，好，这样我知道，对对，谢谢老师。好，不会，我所找的是铅笔，是可以的哈。老师，铅笔是 I am 吗 ？in bit。in bit 对。好，现在那个马少马罗夫，马少来，信息。来，我把过米阿扎安努马过，我所买的是酒。把过米阿扎安努马过，对，我所买的是酒。所以，您在构词的部分哈，米马安奈、妈妈安奈这个动词字根的时候，其实很好分，因为它已经是动作了，跟我们刚刚用名词的时候会不好分，还要看你当时的处境哦，所以这个动词的部分反而是比较好分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哈，一样，它其实是跟刚刚的都一样。好，我打灯过马吉里麦努马过，我都是用吉林啦。我打灯过马吉里麦努马过，被我找的是菜。我单到马吉里麦努马过也可以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吉林换成别的动词啊，找，我们可以找任何东西、任何人哦，这个名词可以换掉哈。那它的中文呢，就是被怎么样的，被怎么样的，被找的，被杀的，被打的，被追的，哦，都可以哦。好，我们直接写例句。接着我再提供了这个 mission 这个动词哈，接着你随便找一个，然后把这个相应的名词前面就想一下，接着也可以去验证你对那个单词的认识的多跟少哦。好，我们来看那个美芝老师的，请老师来念你的例句。谢美芝老师。嗨，老师，你好。麻烦你。我不睡过，你咋说俺弄嘛过？中文呢？你会怎么翻？我穿的服饰，今天穿的服饰是，我是忘记了。我不对过，你咋说俺弄嘛过？我今天穿服饰。是吗，老师？所以老师的被我穿，你的是刚刚的例子了。对。你咋弄啊？没有所穿的，我所穿的服饰是吗，老师？我所穿的服饰
米扎松岸，对吗，老师？不对，我们扎松岸，扎松岸，扎不。我今天穿的是传统服饰吗？是吗，老师？对，不对，不对，我们那边写这也是传统服饰或者是毛衣，对。哦，不对，米扎松岸那个扎松，米扎松这个要不要喉摄音？我没有，我没有，所以我是手机，所以没有这个。老师，不好意思。可以查一下，可以确认一下米扎松岸。 OK， 好。不过这个是我们刚刚的例句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例句是下一个哦。OK， 好，下一个好，谢谢老师。好 ，Brian， 麻烦你念一下你的例句。来，Ku alamku marapatay numako， 被我抓的是穿山甲。alamku marapatay numako 被抓的 ，marapatay 被我抓的 numako 很正确哦。好，连美老师，麻烦你练你的例句。我那个 buffalo 那个下面我有改，那个打错了。无言笔古 buffalo 努马古，我所给的是铅笔，这边我有改。所以你的这个例句是使用现在的这个吗？还是前面的？前面的，上一季的。但是你还是有用错哈。还有错哈。因为你看啊，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Mikiliman，对。所以你的动词字根，你的动词是 buffalo。buffalo， 还是 buffalo？ 要。好，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哈，我想跟同学来先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名词字根也好，或者是动词字根也好，我们先不要填构词的，像这个。buffalo 它已经是属于是构词了 ，flee 是给，它前面一个 buffalo 有没有？我们尽量先用那个，我们尽量先用那个纯，就是它已经是最基本的字根哦，最基本字根，然后我们再加马跟 ay 这样子，马奈 ，OK， 好，谢谢老师，知道了，谢谢。好，我们请智慧老师。古娃娃古马老拜努瓦住，被狗追的是小孩。OK， 很正确。娃娃古马老拜，老是追嘛，追赶马老拜，被追的，被狗追的努瓦住。好，苏璇老师，请。弟弟的发挥古马姐姐该你赢了，被妈妈切的是猪肉。好，猪肉我弟弟发挥，有时候我们也会省略，就是弟弟只称那个猪肉。不过这边是讲的比较明确，我弟弟发挥过马姐姐。弟弟就是指猪肉吗？我们以前习惯会讲一般的弟弟就是猪肉。对。那如果说要指称，因为现在肉品，弟弟努古鲁，因为现在肉品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指称的很精确，就是照你这个说法，弟弟努马安，弟弟努马安这样子，是正确的，对。古马杰杰盖努马古啊，你呢？好，阿少，请你念例句。哎，乌盖印古马哈拉登爱努马古。被我想的是小姐。感应，可能是你妈妈会问你是我妈古米哈拉登安的，你说我感应古马哈拉登安的吗？不这样子哈。我感应小姐古马哈拉登爱被想的，哈拉登是想动词哈，马哈拉登爱被想，被谁想？努马古被我想。好，我们继续哈。因为其实它这个例句跟刚刚前面的那个阶段上一堂是很像的哦，只是这个字根改变而已。好，我来念一下这个例句哈。我拉登过嘎吉列门努马古一样啊。我拉登
古嘎吉列们努马古，我将要找的是菜，我拉邓是菜。嘎吉列们一样是重复子音 ，gilim 的子音，第一个子音哈，再加 a 嘎吉列们努马古，所以我们现在一样哈，重复子音加 a 哈，嘎吉列们后面是 en， 我将要找的是菜，我将要找的是小姐，嘎燕古嘎吉列们努马古都可以哦。我们来试试看。所以如果说像刚刚那个马绍尔的那个例句哈，我改验过马哈拉登爱马古，我改验过哈哈拉登恩马古，我将要想的是小姐。哦，所以你看这个构词不同，整个意思都不一样了哈。所以将要想是还没想，所以过了10分钟之后，那个马绍就会说：“我改验过马哈拉登爱，我所想的是小姐。”对，我想的是小姐。好，来试试看，练习一下哦。如果有听不懂的话，或是觉得老师讲的太快的，可以提醒我一下哦。一样是动词字根，然后重复子音，就是前缀是重复子音哈，后面加哦这个 PPT 里面这个上面这个错了哈，这应该是en。好，赶快想，赶快写例句哦。我还是鼓励大家啦，因为来学习的话就尽量写。如果是用手机，如果有一些缺失哈，就是说你可能手机不好打，好，没关系哈。好，我们请那个 Brian， 你的例句来。来，我发鲁海阿杜西安古妈咪阿扎安罗马过，我将要买的是新车。好，所以那个 Brian， 你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哈。古嘎给们，所以你的这个将要买，你看哦，买是动词对不对？阿扎，对不对？是。所以如果将要买呢，应该是它没有子音嘛，阿扎前面是母音，对不对？所以它没有子音的话怎么办？阿扎安。对。好，那我更改一下。阿扎那么过，对。所以你写写看那个修正的哈。因为可能同学也要看一下。老师，你那个中文字是也要改一下那个。那么将要你说谁的？这样。将要买的。老师，你 PPT 上面那个。我 PPT 上的那个中文标题那个。动词字根。哦，这边也没改到哦。不好意思。
好，那个如果同学有想要这个今天上的这个讲义，也可以写信给我哦。因为我们今天这样上，你可能除非你有做笔记，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笔记，可能过2天也会很容易忘了哈。好，我们再看那个 Alex 的，请 Alex 来念念看你的例句。古巴拉邦安古阿西根努马古，我将要打扫的是客厅。对，巴拉邦案客厅，巴拉邦案古阿西根努马古。好，朱璇老师的，请您念你的例句。来，我忙着顾阿叔本你发给，叔要也是将要列的是3箱哈。好，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哈，因为我们线上也有主语老师啦。像刚刚那个 Alex 写的阿谢根，那个阿谢前面有喉塞嘛，那他那个重复子母音阿谢根要不要一个喉塞？跟那个苏璇老师的他有重复哦，阿谢根有没有老师可以做支援一下？我是比较偏向苏璇老师的哈，因为在发音上面，它重复的话，其实那个发音上还是有喉塞音哈，阿西阿多本，所以如果说要修正刚刚那个 Alex 的那个阿西根，可能还是要点上去哈。知道我写的吗？就知道我讲的吗？就是 Alex 书他写的例句，把方案古阿西根阿西根嘛古。这个喉塞音可能还是要重复哦。那如果说有老师不认同，也可以说明一下哦。所以我会比较偏向是苏璇老师写的这个重复母音，但是那个喉塞一样是重复的哦。那像因为有的族群亚群的老师也会说那个喉塞音它是子音，属于子音嘛。所以其实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哦，所以请那个 Alex 你有听到吗？我现在在订正，对，等我一下，好了，应该不。这样我说的有明白哈？如果说那个喉塞音算是子音的话，是不是也要重复它？对不对？对。好，我们请智慧老师来念你的例句。Jilafin ku tatalaan你容易将要等的是 lafin。lafin ku tatalaan， 很正确啊，没问题。好，不然已经更正了哈。我将要买的是新车。好，我们再请马少。哎，Utfok ko kakaanan numako， 我将要吃的是竹笋。Utfok ko kakaanan numako， kakaanan numako。好，Alex， 把方案给补上哦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哈。如果说你现在写还没写完的，你写完可以补上去，没关系。好，我们现在到另外一个构词的部分哈，下一个单元，我来念例句哈。Iruma ko pinanuman numako。Iruma ko pinanuman， 现在又多了哈。刚刚我们都是一直在念咪妈，还有重复子音的咪妈咪妈哈。现在多了一个 b 哈，rumah ko pinanuman rumahku。pinanuman，nanum 是名词，前面加一个 b， 后面加一个 an，pinanuman 它可能会成为地点或者是时间。那我们这个例句呢，我们先用地点。为什么会是地点呢？因为我前面已经写了 rumah 在家里，ko pinanuman rumahku，所以指的是地点哦。
所以这个鲁玛可以改成任何地方，以罗多，以佐助啊，再拿任何地方，古宾啊、努玛努玛古都可以哈。我喝水的地方在家里，而我们现在一样，用名词字根哈，你再往回翻那个我刚刚 po 上去的名词，你把它填上去哈，然后那努曼它会变成什么意思哈？然后这个鲁玛也可以改一下。好，我们来试试看哈，地点哦，不是时间哈。鲁玛古比那努曼努玛名词哦，构词的字根是用名词哈。鲁玛古比拉登那努玛古，我采菜的地方在田里。那只要是前面的名词，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哦。好，美芝老师，请老师来念你的例句。老师有听到吗？好，美芝老师的例句是：E pitilisan ko pitulasan numaku pitulasan pi pitulasan pitulasan numaku E pitilisan ko pitulasan numaku。我读书的地方，我学习的地方在学校哦。所以老师你的中文翻译可以说说看吗？你会怎么翻这个？美芝老师。老师他用打字在最下面。老师，好，我在学校读书 ，OK 吗？不，老师你可以这样修正，因为你看哦，我们的例句，你看我喝水的地方在家里，所以你要写我读书的地方在学校。好，我再重申一遍，就是我们以后哈，如果说我还有继续上的话，我们会很在意那个中文翻译的方式，因为这个会表达你的那个精确性哈。你这样写是没有错了，你的中文翻译其实没错，但是我们尽可能按照字面去翻，我们都是从后面翻嘛，对不对？比朱沙山姆马古，对，从后面翻。我读书的地方，比朱沙山读书的地方，那么我读书的地方在哪里？在学校伊比迪利山，有没有？所以你要倒过来。老师这样有明白吗？好，没有关系，来，我们来看苏璇老师的哈，然后请苏璇老师。老师上面还有一个那个谁？哪里 ？Brian 的哦，不好意思，Brian，请念你的例句。Di Saowas ko Pinginguyan Nomako， 我洗澡的地方在河里。Saowas 在河里。哎 ，Saowas 翻成河哦。Saowas 好像比河还要小，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群里面的老师会怎么理解哦。但是都是一样的那个地方啦，可能我们所认定的大小不一样哦。所以那个 Brian， 你是哪里的榜大？好，我是恒春的，但是我的阿美都是混很多修布兰跟海岸的。那你跟我一样啊，我也是，我的爸爸是马兰阿美，妈妈是海岸阿美，我的朋友都是修布兰阿美。那我今天在认识你，你又是恒春阿美，所以我也是很混的。那
就是说从我自己的理解啦，你参考看看。我自己的理解，那个撒乌就是西，对，这个那我应该比和在改用阿洛吗？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但是需不需要那么吹毛求疵哦？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每个人所认定的那个不一样。我了解，谢谢老师。对，大概是这样子哦。那你翻译是正确的啦，只是那个名词上，我们也不要那么绝对，没有关系哈。好，我们现在请那个朱璇老师来念你的例句。Isasatanku bisatangan你把奈采菜的地方在菜园。沙沙登岸是菜园。那比我不知道，萨登岸呢？我查字典是这个字，好像还有别的说法。你看什么菜园？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各位老师你也你也来看一下哈，分析一下。你看啊，我们的那个例句，你看，比纳努曼喝水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比萨登岸就是采菜的地方，采菜的地方是不是菜园？不一定。哦，所以你沙沙登岸，你是把它认定叫做是种菜的地方，就专门种菜的地方。是种菜的地方。比如采菜的地方，在种菜的地方，在菜园。因为有重复的字啊，所以我是故意这样讲的。那沙沙登岸本来就是可以啦，就是说种菜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讲它是菜园啦。那比萨登岸就是采菜的地方，在菜园。这个好像其实就是从中文来看哦，就是这样讲会有点多此一举啊。不过这一句是翻译是正确的啦。好，那采菜的地方在菜园，本来就是。好，我不知道各老师的那个看法如何哦。好，智慧老师，请您说你的例句。I siya no jinamalai ko pitalaan ni容易等待的地方是火车站。容易i siya no jinamalai ko pitalaan pitalaan 对啊，等的地方，对，等待的地方，等车的地方也都可以哈。pitalaan，因为那个 pitalaan。那我来问一下智慧老师哦，公车站你会怎么说？我们一般族人都会怎么做？公车站，吓到，对不对？吓到，或者是用形容的，比达拉安多都需要也可以嘛？比达拉安也可以。比达拉安多吉拉马来火车站，吓到古诺吉拉马来。好，这个峡道我们一般都讲车站，那火车的车站就火车站。峡道诺吉拉马来古达拉安尼伦伊。好，这个是正确的哈。那现在老师打蜡是动词吗？等。我们现在是用什么词，对不对？比打蜡还是动词哦。好。那个智慧老师，弄错了。对，错了，没有注意到哈，没有注意到。好，不过你的例句是正确的啦。好，那个刚刚美芝老师说巴沙登岸，所以美芝老师你是哪里的部落的？他说。巴沙登岸，我不知道各位老师的想法哦。
我们群里面有没有可以解释沙拉登岸、巴拉登岸、比拉登岸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当做菜园啊？巴沙登岸是菜园，巴拉登岸对不对？巴沙登岸，我巴沙登岸录音阿姑，我妈妈的菜园。巴沙登岸，我小时候听妈妈讲，就是一来巴沙登岸姑跟到阿兰后，好了，巴沙登岸。艾米老师，你是哪一个部落？我是恒春，可是我都有啦，我都有，因为海岸也有，都混着。像我刚刚会一直问那个苏璇老师，是因为我从小长大是讲比拉登岸的。对，我小时候听到就巴沙登岸，一来巴沙登岸姑沙登阿兰啊，你是把我妈妈有时候就巴沙登岸，好，就菜园的意思。那我的是比拉登岸，就是采菜的地方。哦，比拉登岸，比拉登岸。我有给大家那个 email 我真的非常希望我们老师可以给点意见因为我们的族语在过去传承的那个很少，那有时候口说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所以我很接受纠正如果说有耆老愿意纠正给意见的话，非常欢迎，谢谢好，我们先看那个马少的，来，请马少例句。信息。Iriatko Bilamayan Numako， 我采海菜的地方在海边。Lamai 海菜，或者是，那我问一下马少那个水沟的那个叫什么？你们也叫 Lamai 吗？那个就是青苔。对，河里的那种海草水草也叫 Lamai。那青苔呢，也是 Lamai， 对不对？都比较统称，我们巴厘岛也都是统称这样子。Iriatko Bilamayan Numako， 正确啊，海草海菜。我采海菜的地方在海边。好，连美老师，请念你的例句。我写的不晓得对不对，我乱写的。好，我说伊阿鲁古比嘎朗岸努马古，我抓螃蟹的地方在河边。很正确啊。这样对吗？乱写乱拼。伊阿鲁在河边嘛，伊阿鲁比嘎朗岸抓螃蟹，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讲过，你的这个字句没有抓，对不对？所以比嘎朗岸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变成去抓螃蟹，就看你当时的处境。比嘎朗岸的马古抓螃蟹，所以但是你的这个马古字对，写错了，太快了。好，我改。让史拉有提供一个想法比拉高湾，这是我刚刚问的嘛？车站公拉高湾读巴素读下，比拉高湾拉高搭乘，比拉高湾读巴素，那个史拉，你是哪一个部落的？是那个雅群是哪一个？星星好。好。Yan cuh kunia rumahku. Ancuh。Antung。Antung。所以马来kita tahu nama hal. Kasi kawan tu pasuk. Masa mulai aku sejauh mita, ila aku sejauh sorry, ila aku sejauh no syokuran. Masa mulai itu。都混在一起还有伊拉比长跟我蛮好。所以像我们那个马卡海比沙沙高湾会多呢，沙沙会个前面有一个叠那个重叠的，比沙沙高湾多把数。爱多瓜的那么过，爱多。也都可以好。那个，然后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也有讲过，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采纳各个部落的说法，然后我们去比较。其实应该是这样说，这个语
语言一开始造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认为啊，语言被上帝造出来，我认为人造不出语言文字，所以语言是上帝造出来，它绝对是不会有错。那会有错，我们现在会有误差，是因为我们以前的传承系统有问题，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没书写到，没有教到，没有学到，所以产生误差。但是这个是因为文化嘛，那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接受。那如果说有一些耆老认为有一个更正确的说法，真的非常欢迎哦。你往前翻有我的 email 哦，就是写信给我，因为我也是在学习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哈。还有吗？还有例句吗？我们再往下。好，不好意思。好，现在是一样哈。时间看时间哈。18jam go before dengan numaku before dengan 抓鱼的地方，捕鱼抓鱼的地方，或是抓鱼的时间。那怎么判断哈？就看你前面是写什么。如果你前面写的是地点，那就是位置。如果你写的是时段时间，那就是时间嘛，很简单。18jam go before dengan numaku， 我捕鱼的时间是在早晨。那这个18jam是我们部落的用语，因为我很少听到在桃园地区有这样使用的族人18jam。我查了一下，如果说我们从中文来看早晨、清晨讲的是5点到6点半，那这个18jam就在这个时段。有一首歌叫《巴西瓦利》，他讲的那个18jam你能巴西瓦利，你看他的歌词，你能巴西瓦利有啥个记得，太阳已经出来了，所以他那个时段大概就是18jam，所以他后面有写18jam。好，我们一样用名词的字根然后表示时间。好，我们来写写看。一样用名词字根。现在是时间采菜的时间、抓鱼的时间、抓螃蟹的时间、采海菜的时间、等火车的时间都可以。洗澡的时间。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你把你刚刚的做什么事的地点改成做什么事的时间就好了，对不对？好，那个我这边完全没声音，是断讯吗？来，各位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有。好，没有断了。好，一样，我们是那个例句比马那现在是用时间了。你可以用几点，或是用时段，昨天、今天、明天，早晨、下午、晚上、深夜。老师好。是。我可以用说的吗？好，请说。我直接说，伊拉菲伊古比，我们讲买暖是洗澡嘛？对。冰饮乌yan no mago，伊拉菲伊古冰饮乌yan no mago，可以这样吗？可以啊。嘿，我半夜才洗澡，我通常就是半夜才洗澡。那你中文翻译你要怎么说？我是在晚上半夜洗澡，我洗澡的时间是在半夜，对不起。在半夜对，所以我们在那个深夜。我洗澡的时间是在拉菲在深夜在深夜，嘿。
所以你刚刚说是在，没有是啊。没有事哦，在深夜。好，好，要记得就是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要用很精准一点，就是让他养成习惯这样子。Ilafi ku bingingoyan nomako，我洗澡的时间是在半夜。在半夜就好了。好，好，因为你说是在半夜也没错啦，但是是说我们就照这个主语的整个呈现的内容去直翻，就把它翻出来这样。好的，谢谢老师。不会，不客气。Ilafi，好，我们继续哈。美智老师的，老师方便读吗？还是我有帮你读？好，我帮老师读哈。Ita saya ko piculatan namaku piculatan。刚刚是piculatan读书的地方，对不对？现在因为前面是讲到时间嘛。Ita saya ko piculatan namaku， 我读书的时间在晚上，所以我晚上读书，这意思是没错啦。哦，那个美智老师，嗨，你的中文意思是没有错，但是翻哈，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我是很强调不要这样翻，就是我们先用那个我们这个结构的句型来去翻，就是从后不要面翻字面的翻哈，从后面翻呢。对对对，我就是我所提供的这个翻法。嗯，比如说，那么就是我读书的时间，在晚上，对，一个啥样？这样子。我比较喜欢晚上读书，是吗？啊，不是，我读书的时间在晚上。时间在晚上，哦，好好好好。对，要这样翻。好，谢谢老师。不会不会。好，我们请 Alex 来读你的例句。以嘎拉后干过彼得当安，你伊娜妈妈煮饭的时间在中午。好，彼得当安当啊，没有关系了哈，因为我们可能还有几分钟。当是动词哦，要记得哦。我刚刚是说名词，对不对？不过这一句我们没关系，我们看，嘎拉后干这个也是构词嘛，然后是午餐。然后吃午餐的时间是中午，然后干，跑去哪里了？然后干过比当案，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单元啊，是动词字根，这个是当是动词，比当案是煮饭的时间在中午，这个是对的哈 ，Alex。不过不是我们讲的这个例句就对了啦，是下一个。对。好。我们请那个，跑去哪里了？下一个应该是谁啊？哦 ，Brian， 来，麻烦你念你的例句。你喝了努了后，古鼻子给完了吗？过，我捡贝类的时间在下午。对，喝了努然后，我想问一下 Brian 哈。然后，你觉得那个时段是中午之后的全部时间，还是说某一段？你的理解？然后，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从一点一直到吧，到大概没有，我觉得应该到五六点应该是那个傍晚了。就大概1点以后，大概到3点，我自己觉得啦，我不确定。好，那我自己的理解哈，那我也请那个老师纠正我哈。我自己的理解是是午后的某一个时段而已，它可能是1-2个小时之间，甚至更短。那我们会翻成下午了，也没错哈。这个 Brian 写的这个是正确的哈。Bitgiu 是名词 ，Bitgiuan 捡贝类哈，捡贝类的时间是在下午。好，我们请那个
真理，麻烦你的例句。嗨，ibabajem bifazaan numaku。我洗衣服的时间在早上。对，爸爸正。好，那个爸爸正，你是翻成早上。那我来问你哈，11点算不算早上？11点，应该快接近中午了，还是中午前是早上？还跟。对这个爸爸正，我刚刚有讲说，我还特别查哈，爸爸正是5点到6点半，那我们就翻成清晨嘛。哦，还清晨。所以如果写早晨呢，我洗衣服的时间在早晨。也可以。早上跟早晨在中文还是有差别呢。早上好像是比较长的时段，就是好像中午以前是早上。中午以前的很大的时段，对，也可以讲上午嘛。那个爸爸正没有到那个呢。一般来说哈，我们绑架一般来说到7点就没有叫爸爸正了，可能到6点半以前都还是爸爸正，后面就没有讲爸爸正了。所以这个我还是希望老师给我一些想法哈。好来，谢谢。你的翻译是正确的。好，马少，麻烦您例句。Ilaraya bitakuraan no mako。我抓青蛙的时间在晚上。很正确哈。Ilaraya bitakuraan bitakura 是青蛙 ，takuraan， 而且它这个加 an 的时候没事。bitakuraan no mako， 好，这个是很正确的哈。那个，我刚突然想到，那个马少老师，你们抓青蛙是怎么抓？我没有抓过青蛙。我小时候有抓过，可是不是用抓的，用那个钓的吗？就是有点像stir，对，像打一样。不过那个整个动作还是叫抓啦。不过它那个我们一般讲那个抓是中文那个抓是这样抓嘛。这个是额外话啦。好，我们请那个智慧老师，你的例句，我们例句都写到这边就好了，因为时间快差不多了。Kearatan Nuriar Gupitskiwan Ina， 妈妈捡贝罗的时间在海水退潮时。Kearatan no marat karat。Kearatan marat karat。好，那我问一下智慧老师，如果说退潮了，单独讲退潮，你会怎么讲？是马，对不对？marat。好，那这样没问题。Kearatan Nuriar Gupitskiwan no Ina。好，翻译是正确的哦。捡贝壳的时间。好，我们最后一个哈，连梅老师，麻烦请念你的例句。Iraraya bikalangan no mako。我抓螃蟹的时间在晚上。对。好，我突然看到那个像那个智慧老师，你的翻译是正确的啦。可是如果我们中文翻译，你看哦，多了一个是。是，对，我们尽量就是，在就是一没有在，然后那个乌们是什么是什么，我们都用是。对，这样其实可以避免混乱嘛，可以避免混乱。那这个连美老师的是正确的哈。Saya kopi kalangan bitakuraan Jafaran， 抓任何东西抓什么的时间在晚上Itaya， 这样子好。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哈，那我们的例句
我们这个结构后面还有几个没有讲到哦。不过今天的同学写的这个例句，我觉得都还不错，因为有各个部落不同的那个说法。那如果说我们线上有，就是自己是族语老师或者是耆老哦，像我刚刚有看到那个有耆老在我们线上了。我不是权威哈，但是我是愿意学习，就是在榜大教学的部分有这个心智啦。我们就希望能够多互相学习跟指教。那如果说我有讲错的哈，不要害怕哈，麻烦写信给我指教一下啊。为了我们的族语可以很正确的传承下去哈，麻烦请大力的来指教我。好。那我们的时间已经9点整了，所以我们就要准备下课了，好吗？OK 吗？可以啊。好，那我们就下课了。好，谢谢各位。谢谢。阿赖西西，阿赖西西，嗨，阿赖西西，阿赖西西，好，谢谢阿赖。